台北市有一名补习班老师，为着要示范这物理的原理，就甲饲的鸟带去教室当场实验，甲鸟的四肢脚抓掉的规只个颠倒摆，对半空中放落来。这示范的影片铺上网络，引起众人批评。老师也已经回实内咯。台北市动保处表示讲，若准老师搁再犯，就会该处罚。画面内底即只鸟仔四肢脚互掠条咧，伊的主人也就是即个补习班的老师，甲手放开，互伊为半空中落落来，而且重复即个动作2届。不会，猫咪不会，狗就不行了。李峰是补习班老师，为着进行物理甲动能手型的实验，初五暗时7点外，伫个30-40个学生上课的时阵，带伊的动物伴来互来做示范。即个影片互传去咧网络顶，引发各台动物批评的声音。初六早起，伊出来回实咧。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，在教育的这个第一线，并没有顾虑到说，在做实验的同时，还有其他面向爱护动物以及就是观看者感受问题的一个考量。在这边，我深深的要道歉。动保团体批评讲，这是恶质的示范，认为李峰假做一个老师，公开摕动物来示范这个实验，有违法的记录。他不应该不懂得动物保护的这个最基本的知识哈。那如果呢，他在这件事情的做法上没有正当性跟合理性，基本上他已经触犯了动保法。李峰讲，这只来福是伊4年前认养的，生活过了真欢喜。初六早起，伊已经甲动保处的人员带来福去动物病院做检查。不过用鸟仔来示范实验的行为，敢有违反动保法？袂当骚扰、虐待或者是伤害动物。那目前的话是健康状况是没有什么大碍，那我们会持续追踪这个老师这样子的行为。就算你说伤害，这可能有点难讲，但是小动物是一定会有。动保处表示，优先关心动物的状况，这个来后并无外伤，健康嘛无问题。不过，这个主人若是搁再犯，就会裁罚，嘛提醒民众伤害动物上重会当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上悬并科200万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